长期生意就有多呀哈，要用寂寞呀哈，不强一点。一定用啥刷脸就做一批耶。QR code 係當面打。对对，请刷，对，很棒。对哦。很正。你做水天的啦，上海困的啦，拜託你啦。我要講一個秘密哦。好，我最喜歡聽秘密。不要算哪個亂算。这算什么秘密？阿嘎咪直属印尼，諧音。哦，客家味直屬於你。哇，哎，你很用心哎。切是用素切的，没用皮切的。素切全部手工的。哇，你手有這麼利哦。Hello，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我係蘇坤，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。係中寶票。今日港九無來到一大位嘅嗬，來到平鎮嘅鎮安宮。去年呢喺家頭舉辦呢有130周年咯，堂口一大位做鬧年呢，10分多人都一大位嘅。係啊，非常鬧棚哦，老大家講哦，佢看舉辦你一編住藝術杯哦。哦。佢講繼續接到體育廠嘅發通哦，接到你一片全安宮來舉辦，佢用時就造成非常傳統嘅民俗嘅，譬如講古琴啊。跟住什麼？哦，古鎮是 good gin， 我想說 good gin， 有英文的感覺。還有嘛個咧，就是視覺非常這樣嘅一種火舞表演啊。哦，嘅今年到鬧年呢，130年呢，歷史十分的悠久誒。好，冇問題，佢哋呢也都要報TT度有神明嘅祝福而來比賽咯。先來分享到今日評審欣賞，之前有分享到嘅係全國提名嘅阿謝林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謝林。你係全國之將㗎？係嗎？將狀嘅將。哦，你看一下，兩片係李志六李師傅。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我係志六。什麼兩位師傅哦？馬上來分享到你嘅潛水站。風水喺潛水站啊，好好收嘅，因為係你家之主呢，有史以來第一擺有送包卵，送上嘅啦。來到你節目當中有控主 Q 來比賽，他們有很多巧合。接着分享到來自平鎮的兩姊妹嘅送上嘅蜜蜂機、老送蜂機。歡迎。哦，大家好。一真嘅雙鳳啊。係呢。但是冇看名牌哦，認唔出盲音係盲音呢。哎呀，其他就另外在髮色有一點做一些差別，其他基本都是一模一樣，而且還故意穿一樣的衣服，哦，有一樣的鞋子，嘿，該不會連那個鞋碼都一樣？襪子也一樣嗎？共樣，全部共樣。老公不一樣，老公一樣還得了，還得了。好，咱出嚟一片嘅紹介係感情非常好嘅兩公婆，佢哋係李文貴咯，汪小潤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歡迎歡迎。今天是不是走一個聖誕紅的一個聖誕節的感覺？又強啊！哎呦，現在問一下你風水兩個姐姐好送上誒，喺結婚咩都平鎮係冇？講到品質哦，佢兩沙對品質嘅付出哦，哦喲，要具體即刻講。我做過5個市民代表，我哋係做健康啲嘅呢種第三個。跟你呀，跟一生人全部都對 V 啊，跟平鎮服務誒，佢兩沙呢都做李總，太神奇了，做在富雄醫啦哈。做在不是，先給我介紹一下，平鎮有乜嘅好高好色好料嘅咧？阿美米干，阿美米干哈，阿美米干哈最有名嘅就係按照個椒麻雞啊，破書包啊，嗰個破書包，嗰個按照嘛個大薄片，個椒麻雞就係雞啊吼炸過啊吼，啊去切的，啊大薄片係嘛個做呢啲嘛。豬條皮啦，切點會泡啊嚇，做涼拌當好食咯。看佢生意都有多呀哈，我兩姊妹呀哈，強一點是。一定要啥刷臉就做一批嘅。QR code係當面打。對，請刷。對。好，所以家下紹介係阿美米干。係冇錯，攬出嚟一片嗬，咪係偏轉，你可以推薦一下咪係食嘅東西。誒，都關於客家叫做鴨肉店，真有名哦。鴨肉店嘛。鴨肉店係鴨肉店，你從細都有兩講之後嗬，佢差唔多，你堂嘅名上前台，咱佢哋都講嗬，嘢鴨肉啦，係個炒菜廠嚟嘅對啦，哦，全部真有名。唐講嘅歷史咪當叫咯。哦，非常叫，誒，你掹多幾樣啊？哦，你掹多幾時要嚟？係。哦，阿正要去食過嗎？要嗬，從未食過。哇！佢兩沙已經當定嘅啫，等下嗬，做菜書姐咪做得咁住咯，因為唐講
今本年係基隆沙結婚安當年哦，第一擺鄉下做菜。這個就得你講啦。總出要幾遍？不過等一下天才係曬恩愛。哦，對不對好，那一起晒起來了啦哈！這晒李明之愛、嘿平鎮之愛，要晒公婆之愛，馬上來進行體育館嘅比賽嘍！色色變好菜，兩喙用剪刀塞頭部嘅方式，輪定托變上地度嘅食材，撒定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做出無窮樣嘅變化。先來兩喙會抖出乜嘅好明星呢？一家之主向下來吃好菜咯。好，要到誒，你要來看一下一家之主嘅變相，來到嘅品質有乜嘅好料呢？好，唔但搶住菜題嘅食材，還有凍對書嘅哦。好，要嘛嘅咯，哦，而即個就係有10個嘅貴族樹。兩下嘅時間，我們炒凍對書，月瓜、月瓜那麼熱。哦，哎呀，凍鐵皮的食材等一哦。下再了解。哦，這個是蟹肉棒。好，哦，下背你一隻係巴沙魚，係青肉。好你下滷嘅鴨王。阿邦，這個是三色蛋，你看過嗎？有ham卵啊、媽卵啊，還有就半內卵、綠豆腐。綠豆粉，對，這個是甚至的最愛，還記得哦。然後韭菜、麵線還，有ran葱。好，煙草。好，按楊偉發呢？誒，見唔見佢哋全部好料嘅？哎呀，凍按簽呐。應該做得煮出超過2出菜。好，等下馬上先嚟進行小組討論。楊偉家有上到嘅哪麼解冇？上尾拿三色蛋，三色蛋講乜解？個個綠豆粉皮，變相看到青豆，你唔是看到嗰啲東西。唔是，你不看變相唔係上到還有。哦，買樣嘅菜色啦。個也是安個，還有一種嘛個脆筍，脆筍。我想要做拼盤，係我啊，想要做拼盤，是好，做浪攤為正倉。好煙囪哦。等下你猜拳，我先養，養一張有辦法先拿。好了，李總，那個師傅，哎，我們來集氣一下，好冇？好，見面既然比賽就會來養啊，好冇？來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他我不拿这个，像菠菜，他不拿这个，粉皮他不拿这个，先拿一兩樣，拿一張拿面線過嘅蟹肉棒。蟹肉棒，安尼可能就看唔到邊先拿這個，所以鐵棒養嘅先拿一條先養，嚇，這樣咧。家下都係你龍沙嘅意見哦，你龍沙咪係加油哦。好，好， 1、2、3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好嘞，紅隊、藍隊各派一個代表。個，來，好，個個，誒，兩片係離家嘅熱家自主，拼整吧，誒，最這樣嘅呢種，我們你好，你好，係。來點剪刀石頭布。哎呦，讓你，他們好和平哦。那阿公你要寫嘛解？一下看到菠菜啦，嗰啲嚟蟹肉棒過來。你確定？家下師傅要講，拿去，搶手的先拿哦。阿貴哥，讓俺們主動。綠豆皮是不是？好，都得。哦，好，因為這樣菜色有可能會大改哦。李總，來三色蛋啊，日等下不應該拿走，日嘅綠豆皮啊，好冇？冇寫啦，冇寫。剛剛講我呀未哈？你看，你家下咪就講，走。冇相關。你家下叫電區講你下蟹肉棒，唔怕，你下搶天味。哎呦，作戰之勢請準備。俺就禮貌哦。剪刀石頭布。哇，有張咧。哎呦，麥介做得先哦，一做得麼？做得，還有嘛？五個啦，應該好啦。好來。啊，你面線冇面呀？線冇呀？啊，面線冇呀？五個切片啊，更加多嘅，係啊咁樣嘅意思啊，按日嘅面線用拿嚟做。好，面線。好，來看一下，你還有你要醃呐？煙草。因為今天其實是志榮跟雪玲大對戰啊。筍子，竹筍，他們嘛，做筍。這個是滷鴨血，有滷過，很香，很好吃哦。一斤只要15塊。哎，我覺得安利嘅菜色以後哦，我睇那邊也不差啦哈。嘿，冇錯。好了，先來蒙看那集氣一下，風吹雙鳳兩姐妹，你們一來挑戰一定要養啊哈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哦！好，我感受一下藍翠的鴉片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！兩隊都已經準備好勢，馬上來進行體育館嘅比賽。你先為朋友麼了？一點咩？這接錢啊！所以你都用三色卵做嘛嘅？等下做
做白事垫垫啊，等下哈，等下这有晚餐的嘛，啊，你啊对，然后你是用吹啊，吹了全部种啊，摆浪摊摆饭酱的哦。李总姐，我菜色哦，我拢讲，我有创意哦。哎呦，等下创意就对啦，我吼平常俺咁讲啦，若煮出来，我俩只落梅啊，吼都袂煮出来哦。哇！我啷讲一只秘密哦。好，我最喜欢听秘密。我的个身份证的字号哈优良的优啊，就发恁讲咩？哦，你要选哪个？乱选？这算什么秘密？姐姐的意思是优良品种。你嘛？你直接讲，我就认同你咧。我孙来讲，阿婆，我老讲一张秘密好冇？我就讲好故意，讲咧秘密。好咧，用姊妹来讲的话，而家小可，而家冇啦，都袂讲笑，我老讲。都袂讲笑。你哋还没做理事长啊？我改摆啊哈，就参加那社区发展协会去当比赛哈，我们就得到名次啊，得到第2名啦，也有奖金嘿，只是好玩啦，嘿。听讲哦，去龙沙，一家自主了去做蛋腐哦，绕墙过东斗牌的总算绕去抢来的。真劲哦！也没你家自主体牌有送上诶，而且又会离证。我会讲什么哦？变过来的，长变过来的，系啊，长变过来。这个是他们小时候玩扮家家酒的样子。错。对。你龙沙会盘架啦吗？哦，跳牌当袂，做摄影梦。我老讲跳牌喺龙沙乡下国小6年级，不能太久哦。啊。叫做洋菜母中药。哦，我是你先准备一下，等下过来谈龙沙通后6年的故事。好，等下我都转来哦哈。好。我们还在开舞。来哟，你看他多买个净土嘞，你看来10年前呢，太漂亮。那个好漂亮哦，想必是志荣哥出的点子吧？找天我太太的想法啦。哦，你知道大姐的职业是什么吗？对，你看同面线。贵姓因同面线。你知道贵妇哦，李文贵妇就很你哦。哇，她是名副其实的贵妇。台湾的做法做生意啊哈，看店开10年来的啦。哇，看店的是贵妇啊。总签的就系你，财务部长。太白动辛苦哦，做生意的时间。是去安逸咯，跳一下，我严重啊，我强的脚。现在凤面啊，水天系吗？都水天。听讲太白水天真紧哦，传的喊做地咯。都好传啊。喊姐哦，喊姐哦。你做水天的啦，用太困的啦，拜拜的啦。他嘎咪只属于你，谐音。哦，客家味只属于你。哇，你很用心耶。强的脚。现在凤面啊，水天系吗？都水天。听讲太白水天真紧哦，传的喊做地咯。都好传啊。顾顺讲好啦，真想的利用那个贡献油啦，贡献油来到台式。太客气。对，平均2道有几件服？对哈。呀，你邮件好大1000好的啊，邮件。啊，你佛等下少的几条？煎啊，煎啊。要直接倒落去，然后到让填区哈。队长来填我直接把你倒进来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文贵哥，你平常还没冇煮菜？哎呀，我以为切水果因啊，煮菜那个等我太太的事情。水果料理最简单的。直接用水冲它，冇按烧。真懵啦。等下个，我等下不啊。文贵哥，你可以说老婆帮我。你该做的啊，你做。对，你好动作快贵妇帮我。这样有卤膏冇？有卤膏，有酒啊、盐啊、酒老盐。冻神奇哦，阿哥系会力抢人烟，不过阿姐系讲时间。喊姐哦，喊姐哦。你做水天的啦，用太困的啦，拜拜的啦。完了，贵妇出生了。今天如果赢的话，奖金全部归公哈。也还得讲，那还用说？救命！好啦，我们先过去，等下我都转来。哦，看起来有哦。继续恩爱一下哈。好，见了见枪腰的啦啊。要发生什么事情？
剪烟囱，等下会切吧哈。等下吼，小姐，等下先落去就了炒啊，炒了吼，炒该丢倒落去。咁你用啥？頭擺腔下吐暑間有發生嗎？小口麼？頭擺，因為線上文言文出來啊。同學53吼。都某人的說講，馬上按到送服，馬上按到梅服。按用個啥咯？讀跳那麼，一下讀一個，一下讀兩個。咁你用啥角色要當上槍麼？冇槍啊，去客家去當文寧啊。客家？去當文寧啊。當文寧啊？我當文傲機。用啥這個世界的？感情當好呢。所以到底一下嘅肯定要做馬介呢？我係做浪盤。四色拼盤。拼盤了，切浪盤，等下擺盤就擺放去醬啊。即係有隻想法，第一片嘅要求呢係香嘅，用兩個嗰類。用雞毛嘅炒，做得啦，嘿。成樣，那火有點慢呢。差唔多了哈。差不多。要做得先加皮了，可以夾起來的。好，我幫你先夾起來，大家可以切。這裡。讓它定製一下。好，不用俾你點樣燒一下，然後再燒落去啊。所以該片嘅浪盤，它的基底，你要倒過去。第一片就挑醬嗎？芒挑醬，啊，你要怎會挑？嘿。愛馬介，挑油湯。醬油一定要的。湯啊嘛。還有放一點。你要鹹甜嗎？一點點的湯。我熟的不用。就用這個。酸醋啊嘛。酸醋要一點點，嘿。鹹酸甜嘛。我想好奇，人家就有用送上的嘛？我盡量的來一隻梅的，唔係送上的啦，哈。唔係，我梅啊，吼，今爸就講，伊袂強送上的。結果強，伊懷孕的時間是本身上講冇呢，大條做那個麻冇呢。記住到口試咯。因為我細攏加家婆係送上的。哦。呀，家婆被送上哎，所以那你幾率很高啊。嘿咩，唔相信就問家見講買係冇了。我問一下那個偉鳳姐，是，就是因為你剛才都冇講過呀，假如講吼送抱卵吼，又買個優點，又買個缺點咯。有的人說雙胞胎會有心靈感應，有嗎？心靈感應倒是多多少少啦，但是我們的思想都有一個共同點。比較思想比較一樣啊，譬如說你今天想要穿什麼衣服，我們沒有講好，穿出來就一模一樣。真嘅？因為水風是很冇線講好嘅。對，就全部的是這啦哈，全部大強用的衫褲，大擺賣衫褲，唔係去賣就愛賣，全部賣良心。賣衫褲全部賣良心。冇線講好。冇線講好。所以你一片炒好咧，之後咧掉落去，係冇？唔係掉，擺盤。摸，我家唔滴，我上個我都用一片的，還是都是切絲呢？我上個我用一片。鋪袋啊。哇。擺盤你用。好啦，我們要先過去了哈，這邊剩擺盤而已，對不對？對。好，那第二片是筍的咩？哇，第二片係太脆呢。哇，好厲害哦！你等下煎好啲嘢會做嘛？你要來勾芡。煮羹啦哈。海鮮羹。對，你有幾多個小朋友啊？2個成年添。哦，做阿婆嘛？做嘞。暗號喎。今日你來報名誒？對面的李總超愛來衝下。對面那個。這邊。對呀。李總啊。對面。你剛剛剪刀石頭布還贏他呢？那有什麼關係？那有什麼關係啊？對不對？就係日文演學長就在嚷呀。哎呀，水本啊。所以你時勢係強加厲係嗎？冇強烈，我農心理。哦，用我演去咯。我喺活動中心做志工，環保志工。我哋要關懷據點啦，我哋落去強係賣菜。那個色水都當正，有槍啊，有縫啊，有拍啊。知道基隆沙強種啊。不錯，等下過來勾芡。等下哈，好，要翕一下哈。注意下勾芡上口誒。啱啱調味哈，等下。中意碗貴阿哥係哪方面哦？啲老師，當然到。睇埋大富江啊。羅福大富江到富橋街及大會所啦。即係苗栗嘅啊。伊中南嘅。所以睇埋強加共識哦。冇啦。
很有熟是介绍的啦。所以你看，你用啥穷下做生理，一起白手起家。昨天已經講啦。好了，我们差不多要倒数了哈。等一下会啉上去的吗？嘿，哦，好，加油喽！这个味道可能好重的哦，因为面线蒙一下，面线还咸诶。蛮咸的，够了。好。我吃一下米西啦哈。好。现场马上来倒算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出来吃吃看下体馆内部卡米西卡站掉喽。好，两组呢，今日算还是很厉害耶，变出来菜色有一些像师傅菜呢，哈。对啊。像俺练一下，跟你像盘做嘅嘛个狼盘、四色拼盘一样，他下先来吃吃看那风吹嘅料理。哦，这条炒的竹笋吼，真正用入味道，按短的时间。我觉得哈，俺这个绿豆粉条、米面条等后，你填了吃的饭呢很清爽。两个李正、志正用班呢，俺有劲，俺的能力为主啦，俺这一讲啊。一好事的，动好事，真好事。哎，你用三拿铁专业没？很卡冲冲的呀，简直是一模一样哎。来问看一下，咱水的鸦片对风水立桩记得要做的评价很用版哦。动强哦，啊，按段时间吼，你像我哋贵竹笋，咪用盐味啊。系啊，唔知立桩做安好吼。安好秀体嚟啦。冇哦，等下还要感受一下咱水的鸦片做的料理咯。哎，非常的 juicy 哎，按到水分哦。哦，这个鱼煎的好嫩哦。吃落去啊，其实后续之后是甜味，这个食到地步度，该国菜哈，它会有一点综合开的味道。两位姐姐很聪用版，去煮的菜啊，凭良心讲真好食啦。真好食哦。哎啊，面线啊，好了黄的啊吼，啊看不出来啊，还黄的会爆呛水，真好食。哎，有个酱哈，很佩服，清味很味，煮到清好。冇就冇辦法，咁就養煮啊。反正哦，又鹹又甜又辣，掉落去。哎呀，好，我倒在师傅用慢上咧，夹夹咧看几条的评分哦。紧张的哦，先来请阿谢林师傅抢分数。蓝水一分。好，一下第二票抢看李志亮师傅。强中系蓝水。来，我哋李总唔敢看，唔敢看，因为姊妹补上叫佢啦，唔可以有安尼想法。唔可以啦，哈，诶，我今日要分南翠，係因為南翠佢嘅創意加個黃嘅，然後嚟夾個國菜，當有巧思啊，哈，然後個國菜嘅米絲當當，個加個勾芡嘅方式，連麵線都有個海鮮味。風吹咧，我吃到佢今日做嘅就沒當好，也四喜大拼盤。唔過老實話講，你今日前邊上來講，我有啲巧思，你轉去吃看呢，我講嘅方式，綠豆粉唔會搽，那拉拉個位就好，現場切丁，冇做到切，嘿，你再混合用它，這樣有一啲啲巧思創意啊，所以我今日將會本南吹啦，排泄，好，排泄。我做涼吹攏做得當好哈，我要選南吹嘅原理呢。就像甲雪林師傅講的啊，要南水那邊呢，就係用鹼的香味有出來，因為有乳溝嘛，哈。嗰陣海鮮料，老個麵線搭配米絲濃厚，所以我現在南吹。什麼？你師傅會指頭啊？看 T 牌有師傅對公平噶好，我們還虛心受教，還給咱掌聲鼓勵耶！哎呀，就有李總的風範，啊唔過呢，條件然後南水的路用分派，你等下還有一館做再接再厲。先來看一下今日啊，志亮師傅帶來乜嘅好菜，我哋老太家分享呢。師傅出台菜，志亮師傅松柏帶來嘅甜點哦，大獲好評。像沒錯，沒錯。想問一下今日帶來嘅菜名係乜嘅？客家米紫薯芋泥，諧音。哦，客家味紫屬於你。哇，你很用心啊。來，紫薯就緊緊的紫薯類的，裡面的食材就會有紫色的地瓜，然後再來就會再來米粉，巧克力豆、酵母粉，這個是椰香奶酥造型餅乾，嗰個也係椰漿，也係砂糖，個美乃滋。哦，好。也用出係客家固肉的一隻甜點，白糖糕。哦，有。你係客家人呢哦？切
是用手切的，没用机器切的。手切全部手工的。啊，你手有这么利哦。嘿，那你是跟谁学的？广东师傅啊，我学广东菜啊。哇，哎，你学很多哎。他赶你呢哦。对，他我以为是同一单铁从广东开始的。他同做拌的吗？做拌的一种，今日要紫薯的，因为时間關係啦，我要先攞去整鍋，過嚟過曬，好，等我變下嚟油的哈。其實我是直接有張疑問。這酵母粉哈，變一些糖落去去發，因為酵母要有糖，如果失糖，它會發。對。他會現場吃嗎？對，而家佢做乜？他正在品嘗呢。他佢會起泡。真的？大家給我起。它是活的。它會真的耶。我先俾上去了，啊。可以耶，可以。好神奇哦。它就開始起泡的哈。哦，真的耶。它要滾的水，哈，變一糖落去。今日水用600克，350克煮一糖水，250克落呀，再來米粉去做。當然我用溫水或者黃色去打，去當我發，就會有一些發酵，有一些呢酸咪，再係我今日我做嘅重點哈，一糖落去，再來煮用來就好誒，一安尼好誒，煮用來就好誒，就不用標記了個一些人，啊鴉片，用再來米粉，等下米粉的會發哦，我老呀，向下去發，老呀酵母粉向下去發。我以為是用麵粉長粉發。水粉一般嘛，這邊350克，鴉片250克哈，它要。那它發的原因是酵母，不是它的本身。對。哦。啊，呀呢，那都個酵母不用那麼。哦，安多哦。10克，啊，各位，一間呢不用冷嘅，按中的調水哦，調水落去就會洗脫，酵母會小脫，一再倒落去。哦，好神奇，T100坤豆哎。你溫水係輕微發酵嘅時間，然後呢裝好來，你就等佢發酵80分鐘，80分鐘以後，然後拿來倒模型去整半點鐘，因為時間的關係呢，我要先裝好。哦，也就係等你發了80分鐘，過後米粉發夠熱，我拿去整就會變安呢。太神奇了！呀呢，還有做紫薯芋泥，資訊有一點多，大家有問題要問哦吼。哇，好漂亮哦！哦，當中都係辦用吹調辦啊，用吹調辦有嘅。係啊。但是佢底部係有蜂窩性嘅嗰種，改成飯飯蜂巢樣嘅形狀。蜂巢，也係變一些奶酥哈。因為奶酥有甜，所以我唔會再變糖嘅哈。這個是鮮奶油嗎？也係椰漿。我超愛椰漿，可以多一點可以嗎？對，波切啊。我也超愛。然後也變一些美乃滋。其實下昨天的部分就看起㗎啦，它沒有一定的比例嘛哈。然後你就來攪嘅哈。我們大家有沒有問題呢？好，我來弄就好了哈。有問題要問哦，因為剛才資訊量太大。因為開個可能就做個板啦，我做甜的甜食可能好小哈。我袂做吹條板，不過兩種的我袂做啦。也係算多人台灣哈，算四川的啦。也其實做起都廣東嗰邊的客家人就以為。那你是跟誰學的？廣東師傅啊，我學廣東菜啊。哇，你學很多哎，你知道你還。這邊同那個知道吧？謝謝。慢慢看哈。雪玲姐全國第1名，佢講啊，人家功夫係真厲害。係啊。真勁哈。真勁。你注意看那個蜂巢型的個形狀發酵。孔洞。一色起來當為 QQ。後色。黑銅板係嗎？白糖糕啊，像這樣子。有蜂窩性組織，按呢就會有發豆哎。博謙，我發現一件事嗎？今天這有點太難了。我們來賓全部安靜的啊。係啊。唔會難啊。這就像去李松天蘇州，好嗎？基隆沙代表冇強加里哦。對啊，2個里呀。而且秀雲、文貴哥也住不同里。係喏。他這樣子切落去就像那個雪花糕一樣。對。今日做法較冇重要啦，裝下紫薯泥哈。
好，只属于你啦哈。只属于你。跟对雪玲讲一下就好。只属于你。真的吗？哎呀，他是用瞪的。对呀，你要跟他讲，雪玲姐才会醒，她太早起来了。对呀。她7点半就烘了，她已经烘起了半夜的。安尼哈，就当讲哈，讲哦。啊，你像这个现在这个袋子是去哪里买的？一般的烘焙5金百货就可以了。5金百货哦，专门的去请文贵哥买，它是水电行哦。有点漂亮哎。对呀。也可以中一听懂后色。直接呢，拜托大用点。好，哎，搞什么巧克力豆，换做巧克力粉没做的？哎，没做对。哇，哎，这个很漂亮哎。刚才像了是吗？哇，神的啊，按照一般神的，有像了，系冇阿哥，那个星星啊，像的，系啊。好。哇，好可爱哟！哎，这个是不是海豚呐？哎，又墨海。其实要做本生意的是全部不卡，一条倒扣。来本下可以嗨。里面黑咖米只属于你。安娘就好食咯。好，给美女呢，食不重要，真影响饮食。我们现在呢，就一起来回到童年最好食的呀的朗答吧哈。好哦。也给上边那个酱料调都当好食嘞。好吃。阿两个给个设计非常的用心，当个那个椰浆的，然后还有那个芋泥的、紫薯的，所以当个还有脆脆的饼干。但是好看，还有好雪，还好搞。不过做了哈，我吃了材料好当麻烦呢。哦，准备较多，又有椰奶，啊又有那个什么奶油，不过当好食啦，当好吃啦哈。好，接下来咱找个阿哥阿姐或者听话老师傅好好按摩一下。咱们学本讲的学起来，后摆就做过了比赛。好，那来当做比赛的菜。其实大家全部感受得出来吼，阿两个真係非常用心。你看每一季吼都有某强人嘅甜味，另一季啦嘅甜点的角色发挥到真紧当好。另一部分哦，雪玲阿姐就很技师傅咧。真紧。以前录音甲做的个家己的当对当唱，铅笔阿姐应该以前有过安尼。木头笋也来得味的，上多做了记在个起来整，有多社会唱唱吗？当好食，当好食，现在真紧有唱啊。就刚刚呢，台下可能想讲，帮该食材做台湾嘛该哦。那其实之后，这种师傅呢，给到每一个东西食材选择都选得很精准到位。其实我觉得只有等加个配方来做的话，我也是最好食的。台下做了吃做看呐。我生下来两个李总，然后讲哦，一下念调了，事情动太了诶。家家都得到2分啊！最白米馆啊，中nhà吹中啊，穷下来变一下咯。好，马上就来进行最白米馆嘅挑战。料理大斗心，大家顾客都有算係自家嘅好美食。兩嘴愛啲限定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戰鬥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美食會較上門呢？一家之主，叫下來大鬥西咯！因为最贵米馆呢，我要帮我们红队好好的加油一下，来看一下带来嘅秘密武器啊，系嘛嘅？油葱酥，我自家做的。自家做的，有没有用爱心？有进去煮。有啦哈，有一层一层的变，对不对？会切是用手切的，没用机器切的。手切全部手工的。哇，你手有这么利哦！紧切啦哈。手刀。硬胶。係上到嘛嘅係感情落去煮的。用感情落去煮的，好嘛？刚才牛会发，我们带来这个灵魂料理，让大家销魂一下。菜苗都嘛该。客家炒板条，客家苗菜啦，好了，最白米馆，我们来集气一下，好，多大声哦哈！风吹有信心吗？有，加油哦！好，接下来探看一下咱出嚟一片，今日带来嘅秘密武器係乜嘅？用的葡萄水。咁我哋有特別的比例嗎？下巴湯冇一定同樣甜嘛。有的葡萄下甜，有的
23通咪冇停啊，两行加起来。其实啊，遐普通水啊，做咧做动都会添血啦。比如讲最简单的搓冰球系啊，所以今日做的可能吼唔系按简单，佮材料按到。客家风拍牛滚水，风拍，嘿，我落个武的武通甲强下。来，冷水有信心冇？要，加油！两队都已经准备好势，现场马上来倒算3、2、1，抢开始。好，做得开始了哦。两个比啊，哈？他摆有比，他摆无比。有无比还比多，莫讲多，不然陪你再讲一次喽。没有。走对，走对，好，那我们去看。小三，来了，怎么看？你看，哎吧，两组技能啊。这是什么？你还没朋友吧？你乱讲哎！没放肉啊？你切了猪肉啊哈，平常会切芒丝，几张温润，差吗？好。有没有搞？到。其实你这个今天准备的食材都非常经典呢，都是炒半条热情爱的。请问一下，亚洲料理啊，敢配让妈妈搞下来面头？爱菇啦，让姑姑哦。爱姑姑之前开面店的哈，面店的最有名的就系炒板条。哦。爱姑姑了菜啊，哈，就140嘞。哦。以前开面店嘿。啊，俩有葱素哦，咪系阿姑传不捏。嘿。哦。所以头牙部分就是那狗类冇可能翕唔到哦。现在把它拔成银牙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我要把它那个头尾去掉了。头尾去掉。对。有没有从银牙？头尾去掉就是银牙。嘿，是50安多。讲到头牙哦，我就看过台流家洋片，他像所说，白块皇帝有一道菜就是把它里面穿针引肉。啊！那个什么干贝银牙。对，才会。真劲哦！肉要穿到绞肉。佢依種凍到嘅菜嘅，有一凍雙元做嘅。100根可能只有1公啊！係當然做啦。對啊。豬肉。對，所以就是要做這一道嘛。冇可能的事情啊。好啦，你等下給我倒進來好唔好？好。牛肉，牛肉西施在。应该方便啦，牛肉西施，因为我很会煮牛肉啊。你要问几个中酸程度给他专业的。对，忘你。对。哇，阿姐，你讲食材，你咩系豆腐卡家政妇而已哦。太厉害了！阿妹大周就红一来先大半。系啊，而且哈，你要问几个中酸程度给他专业的。对，忘你。对，就像佢特摆都可以处理水电那条路控用。跟送一管的是。吃饱还削水果。他说他最会削水果啊。对。我问一下姐姐，像你哋下做个牛粉水哈，要攞皮生嘢不卡冇強用冇，譬如講你自家未行煙，阿哥未行煙，你用啥不卡牛粉水要冇強用冇？強用啦，冇強用，光白黑白冇強用添啦。講嘅強條冇強，都選嘅東西強用啦。一般來講，生油溫水吧，它是有這種紅色咧。係咯，所以做乜嘅會想到用兩種色芒咯。好看啊，又醬啊，味道又香啊。呀，得到2份啊！老實啲哈。哎，安尼講就出嚟啦。可是做乜會攞黃梨啊？只能講哎呀，所以假啲貨。係啷個講起得咪咪？啊。無糖，然後黃梨係絕配。真的。按嘢4塊都係嘅。對啊，真的。原來無糖。所以要得姐姐動槍。阿姐，係馬莎佬你講嘅啊？要大家參詳啦，看用乜嘢好啦。因為大家係指，我卡煙啦。就研發團隊啦，研發團隊。我一個問題哦，你同時有水滾嘅嗰個冰也係用啊？水滾飲冰，冰落去下就好係嘛？一定破熱啊！哦。阿姐，從你做2種班的時間咯，他有沒有先做一個班母啊？我呀，我斑馬。做一個斑馬。哎，水果切完了，文貴哥又覺得不知道該怎麼辦。那我好好訪問他一下。文貴阿哥，你睇下做乜嘅？要看起來做唔得用嘅，要都做得用嘅。你啊，等下哈，喺度因為是面當種開啊，題目也鋪了面當。哦。不但也往里不但為問頭，面當就變往里嘅嗰種嘅，你好好往里變面當，切冰塊啦。哦。有一個工作交給你，你到去叫一下好冇？好，做得。啊，唐公根本你係體質白，用兩沙強下煮菜。特別是到新橋。哦。唔過水果可以切啦。係啊。我甜到條路會做啊。要分工啦，嗬。係啊。係不靠唔好講，
这般未强壮，未讲一天而已，应该来食。所以牛粪水是安用做的哦，先攞到燃热後，然後壓一下。合落去啊。這個熱粉係代表講將牛糞都用牛溫水用嘅，當做牛溫水啊。好，那我們選夠了以後，等下鍋都轉了，要夠加熱一下，對不對？对，哇，好稠哦，凍牛誒。炒半條嘍。哇，你一片做鹹的，該片做甜的，根本就是一個 set 啊。而且別那讲，俩是炒板条，如果是炒面的话，哈，又要更早放哦，因为要炒东西，炒这个要炒给它透，哦，还炒给它透，有入味，它才会要變香了呀。要不一样哦。我突然發現，我差點認不出他們了。瑪莎黑姐姐，兩個都係老妹啦。對了，好了，俩都肉肉嘞。大家再加加多吧。那是沙茶係嗎？一還是點 XO 醬？沙茶，一點點而已。那群英肉冇長冇飯牛啊，都同牛牛嘅。講牛肉，牛肉西施在愛旁邊啦。牛肉西施，就炒就因為我很會煮牛肉啊。哦，可是牛肉一般客家話人家沒有吃。嗰條用炒票，該炒，為了要炒嘛，唔是。用嘅好好食啦，姜團菜。等下我煮燥嘅，還是煮湯嘅？煮燥的呀，炒板條啊，炒板條啊。那個條啊，條啱啱表。然後講那個老胡椒粉啊。啊，有中過嗎？你用啥好食胡椒粉嗎？好食啦。好，這一位也超愛的哦。好了，我們這裡差不多了。哦，差不多了哈。加油咯！天天我養了哈。大概有雞血的哦。哇哇哇！這個最美的畫面。哦。哎，這太酷了！等一下，你嘿粉色泡色高一點哈。絕配，等也可以吃過嘞。好。兩個。像你一同牛粉水嘅時節就買澳洲魚嗎？要。因為水滾之後長到。還冇黏薄啦。但是記得牛粉水係咩合泡？要合泡一些。我行業妹啊！我老實話講起家下係講要啲板子啊，哈，稀釋一下加水分，一桶就冇按片。冇事，你下現場試試啦。按少啦，你下按少。不用很怕，不是大嫂。哇，畫龍點睛，真的。低調。好了，那我們去倒數了。他們這邊已經等着要來採走哎哈。哎，好了。現場馬上來倒算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時間到，馬上就這次看到最背面一關，來主客站掉咯。因為那個組合好清好，一個 set 有鹹的有甜的，而你就先來這次是看下風吹嘅客家炒板條，來咯。但常用皮的哦，是會本嘅油蔥素寫多。而且給大家講啊，那個油蔥素呢是改料理的靈魂，你嘛，吃了過後靈魂都被喚醒了。地方嘅裡面有幾批識到嗎？從還沒食。真幾暗好啊！食到很強哦。唔需要咯。油蔥素誒，非常嘅開皮，非常好食。再做客家煙炒，廿板條嚟講吼，有道理啦。好啊，所以實體記得改下炒板條之後呢，你下是完是甜的哦，攬出嚟啊，邊個薑汁、風拍牛粉水。有風味嘅味。真嘅芋頭老棒你當夾嘅。不但芋頭喺個肉醬度包會有當牛脂鬼甜，再加去呢比較綜合它的甜味。好食，老這條東鄉東好食。兩片吼都係客家非常傳統嘅料理，冇愛一個好食攬出嚟一片，因為記得和家常嘅創意分。都好食，你做啲轉移組啊，變到變呢。哦，串冰。嘿，所以我哋仲係吼，不靠雙雙為準嘅，佢唔愛買好多啦。係啊，好，你下就嚟看一下師傅豆大用樣板評分咯。好，等下正經都緊張了吼，兩位姐姐啊哈，豆大風吹做的平板模，現在請謝林師傅搶分數。Yes， 風吹一分，等下搶看阿兩個全部付出。攬住一分，攬住獎咧。謝林機槍公平。我本風吹羊，係因為講，風吹客家米絲，傳統嘅米絲油豆米，我係你建議唔係俾炒板條，冇炒到按油。唔做啲家邊嘅是啲芹菜油啊、香菜啊、鳳菜條啊，偏香嘅絲絲嘅有聖木嘅感覺，我較醬，
较好食。呀，南翠安尼，我老实话讲，我仲好食牛温水的人啦。今日做牛温水，听软一些咧，你有一袋半趴，带下边袋报纸，比较水的东西去汤，煮来较 Q， 哈。所以讲係當冇本樣啦，排泄哦，煮嚟當好嘅米絲當得。好，我參看一下阿兩個嘅想法。水那邊啊，今日半條炒當好啦吼，但是我就會吃到講，天可能頭油炒冇清香，吼啊再來就會料味可能有較少一些些。哦，迄人冇香菇啦。有一些大菜，但是當油較加米絲，因為人家油蔥是真嘅當當好。個人呢，今日有煮到呀。黃地樓嘅無糖搭配哈，就像老鼠愛大米一樣所以係鮮鴉片，因為係收攞出嚟做鮮鴉片啦啊，今日我鮮南翠就係一隻巧思非常嘅好，就黃地樓嘅無糖嘅食譜好，但是呢，就像個雪玲師傅講嘅，天要做較盤一些咧，冇香泡。天意呢，一下有人呢，以前都是冇啦，一下有人呢會加一些番薯粉。加些落去水就可能會較 Q 一些咧，比例差唔多3:1呀2:1，安尼切落去哦，可能會較有口感，會較好食。喺冇今日也用甜點做嚟當好。好，唔怕，今日呢是福到青島呐，你食到蛋都好料嘅，錯冇？誒，馬上就來頒獎咯！耶！比賽成績已經出來嘅，南翠得到3分，鳳翠得到1分，先來恭喜南翠。好，了解得到我們等陣嘅加彩金亦係入會金3000塊。什麼啊？什麼？鳳翠得到嘅最重嘅姐姐哦，按好服務裡面嘅人來講，懂實用，因為佢做煮太煲菜來搶大家食，係一個大容量鑄造太金不粘鍋，恭喜！還有幫貴。哦，真緊哦！今日走在繞場兩公婆來到一家自助哈，真的有一家之主的象徵呢。你看，平常時按小組都在跳過節目，就蠻感想咯。今日請咱哋參加了一家之主嘅節目，我冇想到我被得獎啦，係獎到個李總成長啦，按講好快哦。我感謝我太太，請我太太準備我去做幫手好多啦。哎呀，你看小潤阿姐有拍攝到，佢唔但係面風咧，個衫褲咪風體咧，有蠻感想咯。那李總都嗌你嚟報名哦，冇想到個嗌要驚要緊張，你一打提名唔會緊張咧。恭喜恭喜！好啦，呢家之中呢，有史以來特別有請到宋生嘅兩姊妹來到節目當中，現在請宋鳳姐老太姐分享一下你參加嘅心得好冇？我知道該兩個評審老師啊，哈，講法食材當食材，我兩姊妹啊，做唔好嘅地方，佢全部一樣點出來，真緊。我兩姊妹數到當幸福，當出得，當達得，最主要係大家互相來交朋友啦，就這好料啦，神奇啦，怎麼？恭喜啊！美鳳姐，禮拜哦，你們正健康加半條炒到啱好食，老太家分享一下禮拜參加嘅心得好冇？我真歡喜哈，今日來參加啲客家炒菜一家之主嘅節目哈，啊恭喜倆兩公婆健康力啊哈，啊對倆會當歡喜，熟識到按到好朋友。啊，又是到按好吃的菜啊，老師煮嘅該，他講只屬於你，只屬於你嘿，啊，當歡喜，我有機會，我會宣導一下，大家一定會看了綜藝節目，新聞台一個新聞。恭喜！今日呢兩組哦，最近表現到十分的厲害，無關人家不講。評審也就為哦，青島料理熬嘢。係啊，不管做傳統一下咁咪，一下個有變化都表現到清好哦。係啊，歡迎所有朋友共下來上節目，共下搞，共下來煮菜咯。一家之主等你共下來報名，共下來搞料哦。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多謝哦，恭喜恭喜，當會啊！恭喜！